大小来俺这巴拉 zero。下面请看第50页。好在这上吧。第13课。罗伊主打图片一个俺。6个繁体字和5个叠字。即罗伊主。6个繁体字。打落炸。打落炸。炸。炸。他落叉。他落叉。叉。叉。打落炸。打落炸。炸。炸。拿落那。拿落那。那。那。下落卡。下落卡。卡。卡。嘎下去了恰。嘎下去了恰。恰。恰。七声。生词。张嘎。小银元。切比叉。极快。然日。陶谷。编制大。佛学家班智达。卡扎西的。86。嘎恰。腋窝。胳肢窝。你图不一个俺。 5个叠字。嘎哈达嘎。嘎哈的嘎。嘎。嘎。扎哈达扎。扎哈的扎。扎。扎。扎哈达扎。扎哈的扎。扎。扎。达哈达达。达哈的达。达。达。巴哈达巴。巴哈的巴。巴。巴。七声。生词。三嘎。僧众。达拉。桌池。邦嘎拉。孟加拉国。咱们啦。柚子。牙膏。疙瘩巴达。藏脚。蛇的译名。这些罗伊主打图片一个俺不得加个几十些数字弄的要把人别呢嘎卡嘎嘎哈啊咋参咋咋哈呢咋参咋哒哈那哒他哒哒哈那巴帕巴巴哈嘛呀啦啦哇下卡萨哈恰见引着数字一弄他们从不站翘给加个几一个一单位切的罗伊主当图比一个俺不得不一了没背米十几热的高把人说明1 6个繁体字和5个叠字是从梵文的34个辅音字母之中选出来的，是仿梵字。因藏文中没有这些字，吞密松布扎大师为了使译师们便于翻译梵文，特附录的。2. 仿梵字都是辅音，6个繁体字的读音相当于炸、叉、扎、那、卡、恰，5个重叠字的读音相当于嘎、扎、扎、达、巴。3. 繁体字达洛扎在藏文的书写习惯中，可用来代替阿嘎萨阿中的后加字和重后加字嘎萨，如差那儿错嘎萨错可以写成差那儿错嘎萨错。